课文57篇，诗篇15章。我是真个葡萄树，我的爸是种葡萄的。连伫我阁无结果子的枝，伊就甲伊剪起来；有结果子的枝，伊就甲伊修剪，互伊结较侪果子。我对恁讲的话，已经互恁清气啦。恁着甲我结连，我就甲恁结连。枝无连伫葡萄树，家己袂结果子。恁若无甲我结连，嘛是安尼。我是葡萄树，恁是枝，甲我结连，我嘛甲伊结连的，会结真侪果子。无我，恁袂当做啥物。人若无甲我结连，会亲像打去的枝，互人迄出去外面，互人捡规堆，迄着火烧。恁若甲我结连，我的话伫恁内面，恁无论爱啥物，求就互恁实现。恁若结真侪果子，真正做我的门徒，我的爸会因为安尼得到荣光。